主耶穌復活慶期默想，從恐懼到喜樂。喺復活節嘅當晚，門徒因為恐懼而喺聚集嘅地方唔夠膽出去。耶穌卻突然之間喺佢哋中間出現，輕聲同佢哋講：願你們平安。呢一句說話就好似一條打開牢籠嘅鎖匙一樣，釋放佢哋內心嘅恐懼同埋不安。主耶穌唔單止向佢哋宣告佢已經戰勝死亡，佢更將平安帶到佢哋嘅中間。喺現今嘅世代，我哋面臨疫情、經濟動盪、家庭嘅重擔，心靈常常關閉，往往忘記主嘅平安早已為我哋預備好。只要我哋喺基督裏面敞開我哋嘅心，就能夠領受嗰一份超越一切嘅平安。喺當晚嘅聚會裏面，多馬唔喺佢哋嘅中間，佢錯過咗復活嘅第一道光。喺8日之後，門徒又一次聚集，今次多馬喺佢哋嘅中間，而耶穌特意去呼喚佢，同佢講：伸你嘅手指過嚟摸下我隻手，伸你隻手過嚟摸下我嘅肋旁，唔好再懷疑啦，要相信。主耶穌並冇責備多馬嘅懷疑，反而溫柔地邀請佢親手觸摸佢復活嘅身體。呢一個提醒我哋，疑惑並非係唔可以原諒嘅軟弱，而係信仰路程中必經嘅階段。主耶穌尊重我哋嘅疑問，願意以真實嘅臨在同埋慈愛引導我哋，帶領我哋從懷疑走向堅定。聖經裏面記載到，耶穌向門徒顯示佢手上嘅釘痕同埋肋旁嘅傷口，甚至親身食魚去證明佢自己並非虛幻嘅靈體，而係擁有復活身體嘅主。呢一個唔單止係一段感人嘅見證，更加宣告基督嘅復活並非抽象嘅信仰理念，而係一個真實發生於歷史中嘅事件，同我哋嘅生命緊密相連。當我哋喺禱告中傾心吐意，喺敬拜中與主相遇，或者喺聖餐中領受佢嘅恩典嘅時候，嗰份從天而來嘅安慰同埋更新，正正就係復活嘅主耶穌真實同在嘅表現。更重要嘅就係耶穌喺第一次向門徒顯現嘅時候，向佢哋吹咗一口氣，賜俾佢哋有聖靈。路加福音記載到，主耶穌吩咐門徒要留喺耶路撒冷，直到領受從上而來嘅能力。呢一個清楚表明，屬靈嘅侍奉必須先有聖靈嘅澆灌，賜下恩賜同埋力量，否則就好似冇風帆嘅船一樣，無法順利前行，亦都難以承擔主所託付嘅使命。今日我哋同樣需要喺禱告中專心等候，渴慕並尋求聖靈嘅澆灌，好讓我哋嘅心智被更新，盼望被燃點，以致我哋可以全心投入教會嘅服侍、社區嘅關懷以及普世嘅宣教使命。耶穌向門徒2次嘅顯現之間相隔咗8日，除咗表示出時間嘅流轉，更象徵信仰從認知到體驗嘅過程。第一次嘅聚會因為多馬唔喺度而顯得不完全，第二次因為多馬嘅歸回而變得完整。佢提醒我哋，教會嘅生活唔可以缺少彼此代禱同埋扶持，無論係在線嘅團契或者實體嘅查經，都要為缺席嘅肢體預留空間，帶住愛心同埋耐心等候佢哋重新返到主嘅家裏面，一同分享見證同埋喜樂。復活節嘅喜訊唔應該只停留喺短暫嘅慶祝，而要成為我哋日常生活嘅動力。從復活節嘅當晚，耶穌向門徒顯現，帶嚟平安，到8日之後，多馬因為親身嘅經歷而堅定信心。呢一連串嘅事件顯示出神一步一步嘅帶領，教導我哋點樣喺恐懼中領受平安，喺懷疑中經歷信心，喺等候中得着能力，喺團契中得着完全。願意我哋喺呢一個復活嘅節期，立志唔再關閉我哋嘅心門，藉着主耶穌基督去突破一切嘅阻隔，光照我哋嘅家庭、教會同埋社區。
願主復活嘅大能就好似晨光驅散黑暗一樣，充滿並且更新我哋嘅生命，讓我哋喺喜樂中敬拜，喺盼望中前行，喺動盪嘅世代中勇敢為主作見證。無論我哋個人喺信心嘅旅程中處於邊一個階段，讓我哋都能夠經歷嗰位賜平安嘅復活主，並且甘心去回應佢嘅呼召，成為佢復活生命嘅見證人，直到佢榮耀歸來。